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主来指教我们，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今天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今天完全以耶稣为我们的中心，高举耶稣，荣耀耶稣，活得像耶稣，与我们同在，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祝福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以你生命，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一起来敬拜他。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在主面前安静，来仰望他，单单的把你的情感、意志、思想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释放我们进到自由里面。他是耶稣。我们再次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
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主来指教我们，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今天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今天完全以耶稣为我们的中心，高举耶稣，荣耀耶稣，活得像耶稣，与我们同在，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祝福你。神圣的主日有种聚集在教会，你我都是受主呼召、受主拣选的儿女。感谢主，在台湾肺炎疫情已经慢慢的趋缓，我们期待能够看见在防疫期间为了减少团聚而选择在家里或是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慢慢的回到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在灵里兴起。在灵里迫切祷告，恳求主光照台湾这块岛屿，光照这个城市，光照进入每个心灵软弱不安的人身上，好不好？这个时候，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这次的肺炎疫情来代祷，恳求主保血遮盖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以及城市，让病毒逐渐的被控制，不再蔓延。恳求主洁净他的国度，重建恢复我们原有的生活步调。我们一起来开口，为这次的疫情来祷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以及在所有线上与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的家人同在，是我们刚强与坚毅的心，让我们的心回归在基督里，彼此同心代祷，恳求主保血遮盖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以及城市，让肺炎疫情
情能够逐渐的被控制，接近属神的国度，重建恢复我们的生活步调。同时恳求主，让所有的政府首长、科学研究专家能够得着智慧的亮光，找出好的解决策略，回归主你所造的这个世界美好的秩序。我们渴慕在主里得着安息平安。恳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的声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教会是基督在这世上的见证，众人也要从教会看见基督。我们在座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要来跟随基督，学习成为他的门徒，活出基督的样式以及生命。因为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知道有许多选择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期待他们能够慢慢的回到教会来参加实体的聚会，好不好？现在邀请你一起来为你所认识的朋友，你为他提名代祷，以及你所知道的邻居、家人，你为他们祷告，恳求主圣灵感动他们，与他们同在，能够前来到教会，一同与我们在圣殿里敬拜祷告，同时也为你左边、右边这些空着的椅子，也求主能够感动许许多多尚未信主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教会，有机会来领受这份属天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求主圣灵亲自的来动工。施恩宝座前祷告，为了这次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人心惶惶、充满恐惧以及不安的人来祷告，我们恳求主赐下平静安稳在我们当中，愿你的灵亲自安慰、保抱所有心灵软弱的人，看顾我们所有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身心灵同受眷顾，让我们的灵里渴慕在主你的爱里相聚。主啊，我们也要为这让人生命活得更强盛美好的福音能够遍传在各地来祷告，为了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来祷告。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宣告，所有的教会要成为城市社区的祝福，所有的人要因着认识你而得着更新及改变，来领受更加丰盛的生命。真的为这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恳求你垂听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接着我们也要为今天主日的所有事奉同工，为我们的教会香师、圣师、许传道
带领我们进入与他的同在。我们要在属神的圣殿里唱歌、祷告、敬拜、赞美他。求主带领我们每个人进入与你同在。你
是圣哉圣哉，我们所敬畏、我们所敬拜、恩典满满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这一群有福的百姓，在主日这个时刻齐聚在你面前。主，我们同心敬拜，同心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也一起领受神从天上来的祝福。感谢你，让我们无论在教堂或是在网络上，我们都用同样的心领受这样的恩典。也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让每一位敬拜的弟兄姐妹都真正蒙福，得着力量，得到生命的改变。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现代中文译本。预备，请。耶稣在伯大尼那里患麻风病的西门家里，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带来一只玉瓶，里面盛满很珍贵的纯达那香油膏。她打破玉瓶，把香油膏倒在耶稣头上。有些在座的人很不高兴，彼此议论说：这样浪费香油膏有什么意思？这香油膏可以卖300多块银子，拿这钱来救济穷人多好。因此，他们对那女人很生气。可是耶稣说：由她吧，何必为难她呢？她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愿意的话，你们随时可以救济他们。可是我不能常和你们在一起。他已经尽所能的做了。他把这香油膏倒在我身上，是为我的埋葬先做预备。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人人都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接下来，我们请看圣歌队影音的献诗。因为
讲道。接下来我们请玉山神学院神研所所长纳莫赫以信牧师讲道。讲道的主题是为基督做一件美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好几天的这个梅雨哈，今天刚好稍微有一点点暂停放晴啊，听说明天又要新的一波。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主日不受影响，大家能够回到教会来敬拜神。那这个新冠疫情已经慢慢缓和了，那我们期待我们教会能够恢复以前那一种大家同声敬拜、热闹一起分享主的爱的一个情境。那期待我们在这2-3个月一个安静的一个学习，能够得到新的力量在主的面前。今天呢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我们长老教会呢有很多神学院的机构哈。那玉山神学院就是在花莲的鲤鱼潭边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那是由原先是为栽培我们的原住民的牧者开设的，不过在最近这几年已经慢慢各地的神学院都是原住民，还有一般的平地的教会都有神学生所以今天特别有我们南莫以信牧师来这边来分享主的话，也勉励我们。那南莫以信，我们看中文的翻译其实是他的原住民名字的翻译啦哈。那以信我们教会有一个以信在这边这个名称都可以代替南莫以信牧师他在玉山神院是教历史教会历史这方面的专业的老师。那牧师在几年前有参加总会的历史委员会，那我们的以信牧师也都在一起同工过所以那个时候认识了他所以这一次在主日的时候，他特别安排来我们这边请安还有为用主的话来勉励我们期待大家更认识玉神也为玉神来祷告奉献。当然更欢迎我们年轻一辈的，如果你自己的自助旅行的话，可以到花莲，不只是去那些民宿到那个玉山神学有很漂亮的一个风景那边也有住宿可以去多认识一下玉山神学院愿大家一起为这间神学院来祷告。我们现在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以信牧师来勉励我们，谢谢。谢谢肖牧师的介绍大家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来敬拜上帝，也分享上帝的话。那刚刚肖牧师说玉山神学院有多漂亮，看到我就是很漂亮了因为我住在很漂亮的地方，人也会变得漂亮。好，那我们都知道在21世纪，就是从1900年到2000年，有许多对世界很有贡献的人而其中让我最佩服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史怀哲。那么史怀哲呢，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人。有智慧、有学问到什么程度？他30岁以前就已经得了3个博士的学位，有哲学的，有音乐的，甚至有神学的3个博士的学位。其实呢，他只要用其中一个博士学位，叫音乐好了。我们都知道西方最有名的巴哈啦，对不对？莫扎特啦，这几个，他们也用音乐打拼他们的生活嘛。那么史怀哲呢，他只要用这个都可以。可是呢，他放弃了这些优异的这种生活，借着某一个博士学位在欧洲的世界里面，他呢竟然自愿到非洲来做医生，来照顾那一些贫穷的黑人。当然，这个黑人不像那个陶德塞所讲的，我们在骂他了不是那个 Negro 是吗？是很美的黑色的品种啦。所以他在现在所谓的加国的这个兰巴尼亚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是很潮湿的丛林，在当时了他就建立了很简陋的茅草屋作为医院
我想这样的印象对台南的人来讲，我们这边有新罗医院，我相信当时的新罗医院的建设也是这样，从一个茅草屋开始所建造的一个医院。同样的，史怀哲呢，他也是用很简陋的这个茅草屋作为他的医院。那当时那边没有电，也没有汽车，那么又没有现代化的这种设备，但是他在那样的地方做医生，一直到他死为止，而不是嘛做一半了以后呢就嘛最近台湾最有名的一个啰嗦的一个词叫什么？落跑嘛，对不对哈？他没有到一半呢就落跑了，他是一直做到死为止。而他的服事不是用嘴巴，而是靠着他的医学的知识和熟练的这个技术来传播基督的福音给非洲的黑人。所以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上帝的爱。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说，出于内心他丰富的这种爱心，他把他自己的香油膏浪费当然这个浪费呢要有那个引号，但浪费在落后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也通过牺牲他享受富裕的生活，然后在黑暗的非洲很具体的表现了上帝的怜悯。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是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诗会所读的，跟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耶稣所谈论的事情。所以呢，有几点的分享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浪费是美丽的事吗？浪费是美丽的事吗？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西门，他不是法利赛人的西门，因为法利赛人的西门，他曾经也邀请过耶稣到他的家去吃饭。那这个法利赛的西门邀请耶稣到他的家吃饭呢，主要的是什么？要羞辱耶稣的因为他不是他们那个办那个系统的，要去羞辱他。然而今天所提到的这个西门是另外一个西门，是一位曾经长大麻风这个麻风病的，但是被耶稣医治得到痊愈的这个西门。所以这个西门他出于感激之情，他就邀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他家里来吃饭。所以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可能耶稣去，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可能他去了呢，大家都知道。那突然间有一位妇人带着一瓶很名贵的这个香油膏进来，那么一进来之后呢，他就打破那个香油膏的个瓶子，而后把香油膏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当这个动作一出现了以后，在场的人看了呢都傻了眼，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也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浪费，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此耶稣的门徒就直接的去质问耶稣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么珍贵的香油膏呢？因为他们对这一位妇人的浪费，以及耶稣容许这位妇人这样的去浪费，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而且从经文我们看到，他们是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们的感受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照顾穷人的责任都落在这些门徒们的这个肩头上，所以他们就认为，如果变卖这一瓶有300多块的这个香油膏所得到的这些钱，就可以直接去帮助不少的这个贫穷人，也减少他们的痛苦。然而当耶稣听到了门徒们这样的一些话以后呢，就对他们说，由他去吧，为什么要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相信耶稣的门徒们听到这一句话会更加的不了解，浪费这个珍贵的香油膏怎么会是一件美事呢？因为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说这一件是美妙的事情，是一件道德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因为当门徒们还在疑惑，耶稣就继续讲，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因为他为我的安葬的事情，把香油膏预先交在我的身上。所以当耶稣把妇人他所做的这个事情跟他的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浇香油膏在耶稣的头上，变成膏耶稣的尸体的象征的行为。而香油膏我们知道是一个活着的人送给死去的人最后的一个礼物。我相信我们在2个礼拜以前也度过了，也庆祝了所谓的受难日，耶稣的这个被出卖、被钉死，然后埋葬，然后第3天复活这个事情，我们把它想象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香油膏对耶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完全改观了。改观怎么？就是耶稣把人们以为奇怪不合理的事情，把它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一位妇人，她来找耶稣，可能她是带着一种幻想来见。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妇人的背景的话，可能她带着这样一个幻想去。但是耶稣转变了他奇妙的这个行为，成为一个神圣的这个葬礼的一个凭吊。那么耶稣的门徒们也在疑惑不信当中，也看到了上帝那种奇妙的这个计划，以及不合理的这个计划。那个计划是什么？那个就是被膏为圣的弥赛亚必须要浪费他本身，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才能成为基督。所以换句话来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被浪费掉，他才能成为上帝所膏的基督。我想这个就是上帝的设立，他的治理是难以理解的上帝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一位妇人，她从她的幻想当中，那么门徒们呢，从他们的疑惑当中碰到了这个设立，因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美事，它不是一个静态或是被动的事情，而是一种行动。因为耶稣他并不否定静态的东西的美丽和它的价值。我相信耶稣他不会说那一些可以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啦，或是我们的汽车，它是邪恶的；或者我们可以用眼睛去看的东西，比如说一幅很美的图画，一个很美的晚霞，它是丑陋的；或者我们可以用耳朵听的这个音乐，它是败坏的这个东西。耶稣他并不否定这些东西的价值，因为这一些可以拥有、可以欣赏、可以感受的东西是美丽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听了以后，我们会赞叹不已，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温馨、喜悦和盼望。只是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指出的是另类的一个美丽的事物，那就是一位妇人把他所带来的这个香膏，把它打破，浇灌在耶稣的头上，使这一位妇人本身以及门徒们都改变了。这个就是美丽的事和它的本质的这种意义。因为事实上，一个人的改变不是别的，而是神迹。所以我们去看看很多的犹太人去找耶稣求什么？求神迹。可是耶稣有没有常常变神迹？没有，他只有讲说唯一的神迹是耶拿的神迹。为什么是耶拿的神迹是唯一的神迹？不是耶拿因为他背叛了上帝离开，才要去他施，现在的西班牙，他在大海当中被那个大鱼吞吃，然后呢第3天把它吐掉，而不是，而是因为耶拿听了上帝的话之后，到尼尼微城。尼尼微是怎么样的一个城？是不信上帝的、不听从上帝的，或是不公不义的一个国家。当他去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说从国王到最微小的人呢，都改变了。所以耶稣说，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神迹。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真正的改变，我们真的有说不出的这种惊叹，有说不出的这种兴奋、满足和快乐。所以也让我们也得到了改变和那个救赎。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美丽的事，是美丽的本质。所以我们进入到第2个思考跟分享，为基督的缘故浪费。
为基督的缘故浪费。所以为基督的缘故浪费这个香膏是一件美事，因为这一位妇人，她出于对耶稣很丰富的这种爱的感激，她打破了这个珍贵的香油膏，并且膏在耶稣的头上。她没有把它打破的膏在自己的脚上，或者是膏在耶稣的头上，因而成为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所以耶稣也对妇人所做的事情给予丰厚的回应和称赞。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丰富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就不可能产生美丽的这个事情。那今天这一件美丽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它向我们挑战。挑战什么？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有浪费我们的香油膏吗？我们可能会说，我一生的时间都花在富强教会或是一间教会里面，难道我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浪费我自己还不够吗？问题是，你是怎么样去浪费的？你所拿出来的香油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香油膏？我们真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浪费我们自己了吗？还是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来浪费了别人的生命？那么不少的基督徒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这个问题尽量的去回避，因为这样的问题会让一般的基督徒感到很不舒服。为什么会感到很不舒服呢？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他们消费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因基督的缘故要浪费自己的地方。我是教教会历史，特别是原住民的教会历史的，我都会去探访原住民的部落的教会。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因为教会已经深深受到消费主义的这种影响。因为不少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就好像在逛购物中心一样的这种心情一样。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节目或是活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就跑到别的教会去找。所以他们来到教会，附加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他们会讲，那个教会有很好的音乐，所以我才去那个教会。他附加了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个教会它的教育的设备和节目很好，所以我才去那个教会。他们又另外加了这样的一个附加的条件，甚至他们会想说，那个教会的牧师很会讲道，我很喜欢听，又能够安慰我的心，所以他又加了这样的一个附加的条件。甚至有的人会讲说，那个教会的人很多，就不用担心有人会找他去负担教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又加了这样的一个附加的条件，去参加教会的事工或者教会的礼拜。所以人们有很多的理由附加了他们来教会的这个事情上。当然不可否认的，人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选择他所要加入的教会，但是我们想一想，来教会绝对不是只想到什么满足我的需要的一个地方。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们，他毕业以前跟他们讲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要学习怎么样去付出，怎么样去牺牲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只是要获取得到什么东西的地方。因为这个是有理由的，是有根据的。耶稣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5节，他怎么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我的福音上吊生命的，并救了生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也是教会的本质，也是我们来到教会唯一的理由。因为基督的教会不是消费的地方，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要浪费、要打破、要粉碎我们的一个地方。如果
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事物，我想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也违背了基督刚刚所讲的这些教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可能只不过像一个死海一样的，只获取而没有给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去过约旦河跟死海。因为死海每天有好几万吨的约旦河的水流进约旦那个死海，但是死海它没有出口，它没有办法排出这个水出去。但是死海里面的水呢，每天有太阳阳光把它照射，水分被蒸发，留下的是不少的这种盐分跟沥青等等这种化学的物质在这个水那个海中，所以湖里面海里面没有任何的生物它可以生存，所以死海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海。所以有些基督徒他的生命可能就像死海一样，怎么讲？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惠、上帝的赦免怜悯，像约旦河的水流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但是他们把它独吞了，没有分享出去，结果上帝所赐给他的一切被蒸发掉了，留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东西，可能只不过是很咸的盐分和乌黑的沥青，在他们内心里面还仍然保留着充满着恶毒、自私、自我中心、害怕、怀疑、不信任、忧虑、烦恼，也就等于没有喜乐和平安，也当然就显现不出有仁慈与怜悯的情怀。那么也就不懂得怎么样以怜悯和仁慈对待别人，因为他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枯死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也会枯死别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思考跟分享，就爱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说，牺牲是让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得以生存、永续、发展下去的这种动力。我们就单单举今年从1月份开始所爆发的武汉肺炎，有一群人，如果没有记错，在20号在总统就职的那一天，他把这些防治人员呢，把他们叫起来说有22个，这些22个防疫人员，他们已经有半年多牺牲了他们的家庭，牺牲了他们的休假，为了台湾的防疫的工作，让一个人、一个家庭、整个社会、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国家，甚至世界永续发展下去，不是他们的牺牲跟奉献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就不要只有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要想想别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家庭充满和谐跟幸福，我们就从我们开始，自己开始，不要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多为我们家庭其他的成员的需要去想一想。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教会增长，那就不要只有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要多去关怀别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的教训。所以我们只有遵从这样的一个教训，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人类才能够继续的存在下去。所以这一句爱人如己，它不是空谈，也不是空话，而是人类得以继续存在到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基础或是基石。我举一个故事，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期间，希特勒，我相信没有人不认识他吧？希特勒呢，他要屠杀600万的这个犹太人，所以有一位犹太的医生，他叫Victor Frankl，他被关到最残酷的这个集中营，
人们听到的这个名字都会害怕。他的名字叫奥斯维兹，是在波兰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一旦人被送到这样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呢，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跟希望。但是这个医生他就给自己一个勉励，我被送进去，我一定要什么活着出去，不要死在那里。那总要想个方法，所以他就去观察，他去细心的去观察这个求生之道。他后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因为他发现到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人能够耐久活得比别人久的人呢，不是那一些身体很强壮的有办法去抢夺别人的食物来充饥，抢夺别人衣服来御寒的人，而是那一些用爱心对待别人的人。因为这一群人，他们看到有人饿了，他们就拿自己的一部分的食物给别人吃；有人因为天气太冷，衣服不够御寒，一时发抖，就拿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那么有人伤心失望，他们就去安慰，去鼓励他们。他发现唯有这样的人活得比较久，他能够熬过很恶劣的环境跟痛苦。倒是那一些很身体强壮，只会抢夺别人的衣物食物的人呢，他不仅仅没有办法熬过痛苦，也很容易的病倒死去。所以这位医生他就讲，耶稣基督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的一个教训，能够帮助人熬过恶劣的环境，也能够支持人们在绝望的这个情况当中看出希望。所以人类的历史也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看希腊罗马的这个文化跟文明，他们没有办法持久，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暴力、残酷、欺诈，失去人性。我最近在研究一本书，也是一个社会宗教学的一个学者，叫做 Max Weber。他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他这一本书里面提到的说，为什么西方的社会会那么的进步文明，是因为1517年新教徒们对上帝的呼召什么？我在哪一个地方被上帝呼召，我就尽力做我的事情，我就尽力我是卡车司机，我是工厂的作业员，我是一个妈妈，我就尽力的为上帝来做美好的一个艰难来回应。所以他看到的是这个，说西方的文明跟社会是因为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的爱心在他们的社会在国家里面。所以圣经一再的强调，唯一能够拯救这个世界跟人类的就是基督的爱。要拯救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方法，就只有实行耶稣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也是研究宗教的人，我也在政大的宗教研究所在进修，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在那边。我的同学有比丘尼，我们说叫那是什么尼姑嘛，对不对？他说不能叫他们尼姑，他们会很生气。就要像早期你们叫我们原住民叫什么还那一样的所以要叫他什么比丘尼那么比丘跟比丘尼也有一贯道的，有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宗教像耶稣所讲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所讲的，若有人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因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去释迦牟尼的言论里面也没有讲这一句话，你去孔子的言论里面也没有达到这句话。他就是说你只有什么，你还没有背诵我的。可是呢，耶稣基督说我们要靠着他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同样的道理，一个增长兴旺的教会，就是教会里面要充满着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当我们走出了教会的门外以后，我们会默默无闻的在社区里面牺牲自己，为基督的缘故来浪费、来打碎、来破碎我们自己，来服侍别人。所以除了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
教会没有其他增长的办法或是方式。假如我们的教会没有增长，我们可能需要好好的反省，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要悔改。我刚讲到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个史怀哲博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兰波雷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兰波雷尼呢，就是史怀哲博士他牺牲自己、浪费自己的一个地方。所以同样的，上帝在1946年差派了孙雅各牧师来建造一所培育原住民牧者的教育的机构。因为在1945年二次大战之前，或在日本统治台湾的那个阶段，已经有4000多名的原住民成为基督徒。可是当时因为不能公开的来聚会宣教，所以他们只能在叫做现在我们称中国叫做地下教会，他们真是不能公开。可是1945年日本人离开了以后，他们就在教会他们的部落里面呢，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礼拜堂。不过礼拜堂的建立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没有牧者，没有一个传道人，可能这个教会它的生命不会延续。因为当教会的人看到在1624年荷兰时期，在1627年就派了有38位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做宣教的工作。可到1661年郑成功来了以后呢，到1661年到1865年几乎没有教会的活动。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一个神学教育机构来去推动或是从事这个牧养的这个工作。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当时教会就委托这个孙雅各牧师在花莲这个太鲁阁富士部落呢，设立了一所叫做台湾谢修嘎构，因为那时候的国语就是日本话他们就这个日语。那么不单单这个孙雅各牧师，他把他的生命破碎，为了原住民打碎自己。更重要的是，我看到的是高基民牧师。当时一山神学院几次迁以后，最后一次到这个关山，本来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学校，因为当时的神学生都寄读到台南神学院。可是高基民牧师呢，他毅然决然的来接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高基民牧师他的背景跟史怀哲是类似的，因为他的家庭是富裕的，他的爸爸是医师那甚至呢，高基民牧师他本来有一个想象，他要设立的是孤儿院。可是后来他发现原住民比孤儿还要更加的可怜，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在1958年接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因为他的接任，因为他的设立，让原住民的教会能够延续到今天。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不单单孙雅各牧师或是高基民牧师把他们的珍贵的真拿达破碎了浇灌在这个一山神学院。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在这个75年的这个日子，透过你们的祷告，透过你们的支持，透过你们的奉献，也就相当于是你们打破了自己的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奉献给义神，奉献给上帝，为基督的缘故做了一件美事。虽然你们没有在礼坛的旁边这一所美丽的学校从事神学的教育，可是通过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支持跟奉献，也就相当于你们是参与了义山神学院的神学教育。所以我今天代表院长、代表教职延伸跟我们教会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也愿在之后在你们的祷告当中继续不断的为这所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的机构来祷告。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当我们还不懂得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已经先爱我们，你也打破了你自己那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台湾的住民，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您。我们也相信，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好的事，当我们做了以后，让你的教会，特别让一山神学院的神学教育能够持续不断的为您来做你的美好的一个见证。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以西牧师给我们很重要的勉励，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一个愿意为主浪费，但是成为美事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来做回应，是深深爱你。我们坐着唱，那副歌唱2次哈。深深爱你哈，这首诗歌。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祈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心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主耶稣，也爱主的教会，也爱人如己。我们要为几件事情来公道。第一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回应主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在教会、在社会愿意牺牲、浪费自己，让神的恩典成为美事的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不只是接受服侍、接受服务、享受，而是愿意牺牲、愿意付出，因为成为主的工人。第二个，我为玉山神学祷告，求神来成就、造就许许多多杰出的、优秀的原住民牧者，来服侍原住民以及台湾的教会。第三个，我们为新的总统就任的任期，求主赐下智慧、谦卑、爱心，在这些执政团队上面，让他们带领我们全民更加团结合一，也为台湾的经济、政治发展更民主、更有公义，百姓得到平安来祷告。最后一点，我们为教会能够完全恢复疫情所影响各样的聚会能够恢复正常来祷告，也来感恩，也为每位弟兄姐妹有病痛、有软弱、心灵的受伤的，求神赐下医治。我们按照自己的感动，一起开口为这件事情祷告。现在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力交换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付出、愿意为主牺牲、愿意浪费自己在成就神的美事的一个基督徒。求你赐福玉山神学成为一个蒙主恩典造就优秀杰出的领袖的学院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在新的任期总统的带领之下，主任团队能够造福我们的国家百姓，大家同心合一，并为主来服侍，在这些平安喜乐赐下在我们当中。求神也亲自来带领我们教会能够成为敬拜主恩典的地方，每一个聚会能够恢复以前的热络正常的形式。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肉体平安，把我们的
身体健康，我们有预在住院的弟兄姐妹，请你实现一次献上感恩。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活出爱主耶稣、爱教会，也爱我们家人，为主来付出的一个基督徒。感谢主，让玉山神学院成为神所祝福、神所造就的教会领袖的地方。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国家，能够在新的政府团队领导之下，更团结、更和谐、更平安、更喜乐，居民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在国际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也感谢主，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疫情结束，大家能够回复到教会，热情的敬拜神，一起造就，一起学习，一起服侍，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肉体病痛的，有心灵软弱的，都求你赐下医治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也让每个年轻人无论在读书、升学，都求你带领他们有美好的前途。感谢主，愿今天我们的敬拜都蒙神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奉献，我们请奉献的执事预备。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我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周报。我们请先翻开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的金句，是记载在箴言12章第15节。那我们一起来念2次，预备，起。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言12章15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言12章15节。我们请翻开周报的第一面。下周的主日服事同工，请大家自行参阅。那在肢体交通的部分，那么欢迎本周玉山神学院的以信牧师代表前来做正道跟请安的报告。
那我们也持续为着玉山神学院来祷告，也为他们的需要来奉献。那我们在下主日呢，是圣灵降临节的圣餐跟洗礼的仪式。如果由于参加成人跟小儿洗礼的部分，也请跟干事来索取报名单。那我们的报名是到本主日截止哦。那关于我们在门徒培训以及哀伤陪伴的系列课程的相关复课的一些消息，也请大家按照自己自己参加的课程来参阅。那有一件婚礼的喜讯，本会魏鹏长老跟美娟姐的长子王侯恩的弟兄，定于6月20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在我们教会与刘宣荣姐妹举行婚礼，并且在稍后的晚宴的举行。那相关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5月31号，我们也继续为他们来祝福跟祷告。那我们也持续为着国家以及新冠疫情，还有病痛的兄姐来持续来祷告。补充报告的部分，我们请牧师。各位弟兄姐妹，我来做一点补充跟提醒哈。第一个，我们感谢我们的老莫以信牧师特别从花莲来到这边来请安报告，特别是用上帝话来勉励我们哈。我们再一次拍手，谢谢他，可以吗？好，谢谢，谢谢。好，请坐，请坐，哈，请坐。那在5月份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他们师生呢，好几个礼拜都要全台湾跑哈。以信牧师呢，他礼拜3就出发了，然后到彰化基督教医院来请安报告，然后今天又来到我们富强教会。等一下要请他吃一个便当哈，他就要开车要回到花莲哈，等于绕了台湾绕一圈哈。真的很辛苦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如果你今天不方便，也许可以把奉献袋带着哈，下个礼拜再拿过来做奉献。我们真的感谢主牧师在整理我们前4个月会有的奉献哈。那因为我们这3个月来，大家实体礼拜的人数减少1半所以呢，相对的来参与奉献的也人比较少。但是感谢主呢，我在统计我们的会计统计的时候，发现说跟去年相比，其实我们只少一点点。那表示很多弟兄姐妹虽然没有来聚会，但是还是用邮寄的啦或是亲自用银行来奉献，真的是非常感动求主保守我们既然疫情已经和缓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变成要鼓励大家回到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因为这种见面的气氛跟在网络还是有差别啦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那期待大家彼此在这个礼拜互相邀请，能够在下个礼拜刚好是圣灵降临节，就是教会的生日，那能够一起来领受圣餐所以牧师做一点简单的下个礼拜圣餐有一些不一样把那个照片来凸显一下，同工帮忙那个投影片对，我们为了让疫情比较安全所以大家在下个礼拜参加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一个经过特制的圣餐组，那个一个小像那个蒟蒻的一个盒子每一个人拿一份，然后牧师主持先领饼，那是上面一层薄膜是透明的，把薄膜拉开，上面一个小的饼拿起来，牧师邀请大家一起来领受之后呢，再一起在第2层的不透明的那个胶膜把它撕开就是果汁大家可以一起领受这样的圣餐特殊的组合就对了所以我们期待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互相邀请，平常都有来参加聚会的，最近没有看到的，可以邀请他说下个礼拜我们要恢复圣餐了，邀请大家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祝福了这个是顺便跟弟兄姐妹提醒。那有几件事情还要做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主日爱餐已经停了3个月了昨天他们开会说想要恢复，但是恢复准备饭菜是没问题，
现在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还有疑虑？如果有准备了，你会不会来参加？所以他要牧师在现在做一点问卷调查啊，不是强迫你啊，就是说，如果6月开始礼拜结束，我们一起到3楼享用爱餐，你觉得没有什么疑虑啊，没有什么危险，你愿意参加的，能不能请同工帮忙点一下人数，可以吗？第一场有举手的就不要举手，来，你们可以很乐意参加的，请举手一下，可以吗？等于问卷调查的意思，没有问题，没有疑虑，可以参加。楼上也请同工算一下，再把人数交给我们的陈佑长老。我们因为这样了你一直举着手，再放下其实目的不是说到底你要不要吃啦，是怕说你觉得有疑虑不敢来。那我们准备100个人的饭菜，好，少放下。我们如果准备100个人，如果20个人要来，我们那些饭菜就浪费掉，对不对？因为这个疫情，有的人比较担忧，有的觉得没问题，因为现在餐厅都开放了，当然还是有一些隔层啦但是我们当然会用在最严谨的情况之下。不过我们会考虑配合主日学，他们开始恢复上课，那场地运用、消毒都完整了。那当然，在还没有疫情完全消失的时候呢，也许我们会要求大家吃饭尽量少说话了隔开一点。那这个情况要怎么设计？我们在正式周报公告之后才正式恢复那请大家期待了因为主要重点不是在吃东西啦，重点是大家能够礼拜结束不要匆匆忙忙赶回家，因为第2堂礼拜12点多了大家饿了就赶回家吃饭了，留下来聊天也来不及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很注重大家同工弟兄姐妹的交谊好这个已经问卷好了，我们大概会考虑大家我们回应的人数来预备好，那也做一点补充，就是说我们各单位恢复聚会的已经陆续了其中呢，我们的主日的查经班、中文查经班、英文查经班，这个礼拜已经开始了。那我们的台语查经班就在6月7号才恢复那另外我们松联团区的聚会从6月就开始恢复爱餐就是等周报公告了，我们才正式恢复。那其他我们的青少年也都恢复回到地下室开始聚会了。其中有一点，我们在礼拜五，因为有的小组还没有回到礼拜五来聚会，但是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已经恢复了在礼拜堂举行这边的音响跟灯光都觉得很不错期待大家，如果说你礼拜五的聚会还没有恢复，但是你可以来参加祷告会，这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好，那有一个补充了有一个补充就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要在下个礼拜天12点30分来开会，来讨论什么时候要来恢复我们的这个主日学的事工因为有的家长在了解说什么时候带小孩过来当然呢，我们目前因为没有主日学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妈妈带小孩的一定会在这个礼拜堂嘛如果你觉得小孩子没有办法那么的安静的话，你可以带到3楼。目前我们3楼还是有开放那个转播所以小孩子可以跑来跑去父母亲也可以安心来做礼拜目前这个弹性还没有主日学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使用了期待大家能够好好的利用这样子。好，那其他的报告我们等一下请我们的小会员礼拜结束我们送完会友之后，我们到2楼准备要来开我们的小会，我们这样子报告结束。好，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最后我们请牧师祝祷。我要
Nanay marami tamunan ko altain no tapang IS at ulah no kawas ato ni pikapon no fang sala atingo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帮助，在你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特别在武汉肺炎的阶段，让你出你入都平安。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